全民退保，佢就係香港新一代打風水嘅傳奇。呢位人咧，每日返16個鐘，大部分都係參加佢勞工保障，冇時間同女朋友拍拖，佢喺首期都唔知幾時做完。我哋呼籲大家係繼續支持職工盟嘅工作，係捐助俾我哋，因為我哋見到香港人工時好長，亦都係冇一個集體談判嘅法例，根本唔能夠有更加機會資本家老闆老闆支持民主黨非常相對嘅民主工作，我係民主黨嘅總幹事林卓廷，呼籲各位馬嚟捐款支持民主黨非常艱巨嘅民主民生工作，多謝你。今日民主黨喺油站呢一度再次呼籲各位繼續支持我哋艱巨嘅工作。喺我身邊有林卓廷總幹事，有劉慧卿主席，有李永達等等等等。我哋係繼續呼籲各位，除咗民主，民生度一齊打拼，好唔好啊？因為喺過往有時好多嘅朋友都會揾民主黨，當中包括咗南丫海難、菲律賓人質事件等等等等苦主嘅屋企人。都會係揾民主黨幫手，我哋希望